交通部觀光局公布最新陸客申請來台觀光人數，唔單止自由行嘅件數減少，團體亦都減少咗30%。但係陸客實際來台觀光嘅人數到3月為止都仲係呈現正成長，加上亞洲鄰近國家來台觀光人數稍有成長，觀光局有信心今年旅遊人數可以破1000萬。交通部觀光局公布3月23號到4月5號陸客申請人數，發現申請自由行減少咗1/5，團體申請亦都減少咗30%。業界擔心申請數減少，恐怕影響陸客來台嘅人數，但係觀光局表示，到3月為止，陸客來台觀光嘅人數都在增加，從2000年以嚟一直都係正成長。大大餐廳招牌寫上清真2個字，呢個係經過認證嘅回教餐廳，令到穆斯林遊客可以放心喺度用餐。觀光局表示，直到2月，東南亞地區嘅旅遊人數成長咗23.79%。我國喺舊年更係被穆斯林旅遊組織票選全球非回教地區第7名嘅友好國家。再從舊年來台旅客排行嚟睇，中國佔咗418萬人，居為第一。日本、澳門、香港亦都有150萬人以上，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等亦都係前10名內。針對東南亞新興國家經濟快速發展，觀光局表示會同外交部繼續推動東南亞5國，包括泰國、印尼、越南、菲律賓同印度嘅簽證便捷措施，再加上大陸觀光人數持續成長，希望今年可以突破來台旅客量1075萬人次嘅目標。